公车亭的无线上网测试啊，无线上网测试哦 ，WiFi 哦，它扇形的都有看到哦，但是荧幕滑下来进去看哦，进去看还可以看到每秒135 Mbps 呢，什么连线状态啊，但是哦。从荧幕点那个 YouTube 所谓进去，说是离线呢，要看 YouTube， 结果画面显示说离线呢，已经离线了。然后再看那个 DNS 错误，那个扇形的图示啊，无线上网的显示说 DNS 可能是伺服器啊。错误呢 ，DNS 错误，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